好，今日2025年5月27號啦，咁就今日放假就冇咩做。不過最近澳洲呢邊咧天氣都有啲凍，即係成日都會有少少鼻塞啊嗰啲。一鼻塞錄嗰啲片呢，嗰啲聲好似含住碌鳩咁樣，好難聽。我自己都過意唔去，所以我自己都 delete 咗好多錄咗嘅片。咁今日就主要想講下呢，就最近有一間傳媒就報道黃子華即將會開拍呢個《毒舌大狀》嘅續集嘅。咁之後網民就好多討論啦。咁電影公司呢，安樂嗰邊又好快出咗聲明，就話暫時無意開拍呢個《毒舌大狀2》嘅。咁大家都好大討論呢，其中一樣嘢就係究竟如果《毒舌大狀》呢個故事再發展落去，會係點樣呢？咁另一方面就當然好多人批評呢間傳媒公司啦，咁嘅求其咁就話自己獨家消息就話會開拍呢套戲，但係到頭來人哋電影公司要出嚟否認，求鳩其咁就報啲新聞出嚟，咁呢啲大家都好大討論嘅，所以從而就今日就想講下年就即係2026年有咩潛在嘅港產賀歲片會上映啊？未講下年有咩港產賀歲片之前呢，不如就到底講翻最近3年有咩賀歲片大家睇咗。2023年呢，就係我最後一個喺香港過嘅農曆新年啦。當年就係《毒舌大狀》上映啦。我記得嗰陣呢，喺未睇套戲之前呢，我睇咗個 trailer 係充滿期待，因為係其中一個我覺得睇過最好嘅 trailer 嚟。我自己嗰陣個 trailer 真係唔知翻睇咗幾多次。而當時電影上映呢，我就入戲院就睇咗2次。我記得2次都係喺荃灣百老匯度睇嘅，至少起碼有一次一定係咯。我記得嗰陣係睇夜晚10點幾，但係都係好多人睇。咁當然最後佢票房好好啦，係第一套過億嘅港產片。但係當然若干年後依家諗翻，即係我自己都翻睇咗呢套戲都好多次啦，除咗戲院嗰2次之外。我覺得呢套戲都有一定嘅瑕疵喺度嘅。呢套戲喺當年啦，即係24年5月舉辦嘅香港電影金像獎呢，就攞咗最佳電影。咁當時黃子華呢，就出嚟就講咗番感言，我自己都幾深刻嘅。佢就講導演吳偉倫呢，喺 develop 呢套戲嗰陣呢，就每一字每一句都好用心咁同個法律團隊去雕琢啊，去研究。但係到頭來咧係一個獎都冇，咁就令到佢有啲失望。咁當然最後就攞咗呢個大獎啦，最佳電影。咁呢番説話，當然我嗰陣都覺得有啲 touching 嘅，即係咁坦白去講自己嘅感受出嚟。但係去翻電影本身呢，我又再睇翻《毒舌大狀》幾次啦，之後又覺得其實呢套戲都幾多瑕疵。咁唔細緻地講佢嘅，即係每一字每一句啦。咁但係幾個位就係，但係第一樣嘢啦，我自己作為一個護士咧，佢入邊其中一個 twist 嘅位咧就係講話，阿黃丹雷嘅女女咁啊當時失血啦，咁而佢嘅爸爸即係柏天男咧就灌水俾佢飲，從而佢死咗。咁主要就講嘅道理就係話，一個人失血過多飲水係會致死嘅。我唔能夠話呢個道理完全錯，但係我覺得如果呢個係做一個最大嘅轉折位呢，我覺得就有少少卡硬嘅。其次嘅就係中間就係黃子華俾警察拉咗啦，就話佢非法使用電腦。咁但係其實非法使用電腦嗰個其實唔係佢嚟嘅。到最後咁當然佢嗰場即係大家所謂好爽嘅法庭戲啦，喺舒暢角度嚟講咧係好舒暢嘅。但係喺認真嘅角度嚟講，好似就有少少卡硬咯。anyway 呢套戲當年票房好好啦，我自己都中意嘅，但係又覺得如果呢套戲攞出國際一套即係所謂港產嘅法律題材電影呢，我又覺得有啲瑕疵。去到第2年啦，就係我應該2024年嚟到澳洲嘅過嘅第一個農曆新年。當時咧好難得呢度係戲院都有上晒港產嘅賀歲片，包括有《飯戲攻心2》啦、《盜月者》啦同埋《臨時劫案》嘅。我嗰陣咧就喺戲院就睇咗當中嘅2套，就係《飯戲攻心2》同埋呢個《臨時劫案》嘅。《飯戲攻心2》當然我真係睇完就屌到出聲啦，因為其實我都幾中意，入邊有好多對白，我都好深刻啦。當然翻睇過好多次啦，亦都
個人嘅 situation 覺得好多嘢都好感觸嘅。但係《飯戲攻心2》呢，我真係覺得係接近垃圾咁滯。而另外臨時劫案啦，評價係大眾對佢評價都好高，我自己都中意嘅。但係你問我，當時戲院睇完我好中意，出到嚟翻睇一啲導演麥啟光嘅訪問，就發覺呢套戲又唔係太多令到你好深刻嘅嘢，或者令到你拎得走嘅嘢。咁當然睇一套戲未必一定話你一定有啲 message 帶到俾你先為之一套好戲，大家睇得開心睇得舒暢，亦都可以一套好戲嚟。呢度我都好認同。咁我自己就 OK 啦。咁當然入邊郭富城嘅演出我係覺得好出色嘅，佢都攞到呢個金像獎嘅男主角提名，雖然就失落咗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套戲攞到提名都覺得係好實至名歸。而仲一套就《盜月者》，當時就係喺 Melbourne CBD 咧京華戲院係有上到，我就冇入戲院睇。之後就 Disney Plus 咧就我有翻睇翻呢套戲。當時大家都覺得，咦呢套戲都拍得幾好啊，幾唔錯，幾認真，就係由呢個阮健偉導演拍嘅戲。我睇完我就自己覺得，我就一般般嘅。因為我真心覺得，我又唔係話唔中意姜濤，但係佢喺入邊嘅演出呢，完全係令到大家好出戲。首先你入邊姜濤啦，佢入邊全個造型每一個對白都係好姜濤啊。咁入邊佢係叫來叔，即係想做一個類似係接班人下一代嘅角色，完全冇嗰個壓場感，亦都做得完全唔係好。入邊即係白只嘅演出呢，亦都係我自己覺得有少少求其。不過近年我覺得白只嘅演出呢，有啲作品都係我自己一般般咯。好，去到今年啊，即係2025年嘅3套賀歲片呢，臨時劫案、麻雀女王追男仔同埋長島必贏呢，好坦白講，我都係冇睇同埋未有機會睇到。我自己都好想睇下呢3套戲，睇完自己有咩感受。之前有條片咧都講下自己對於呢3套戲嘅感覺係點樣啦，但係未睇，我又唔夠膽去亂咁去評價呢3套戲。到睇完之後，大家睇下有冇機會講。雖然依家都5月，睇完講翻一啲啱啱過咗咁耐嘅 comment 咧，又好似有啲 outdate 咗少少。跳到去今日嘅正題，就想講下年2026年有咩潛在有機會上映嘅港產賀歲片啦。我定義為係有一啲有關香港人元素嘅片呢，我就會講下。主要係3套。第一套頭先提及到啦，《毒舌大狀2》，雖然電影公司否認咗啦，咁但係其實會唔會係有其他可能性呢？即係例如都係同一個班底去開拍嘅電影呢？吳偉倫呢係新晉導演啦，當時佢拍《毒舌大狀》嗰陣，而佢以前就做咗好多林超賢嘅電影，即係例如《線人》啊嘅編劇嚟嘅。如果佢拍續集呢，我自己或者一啲新題材嘅嘢啦，我自己都好期待。當然呢，我最近有啲深刻啲嘅呢，就係啱啱喺香港電影金像獎呢，我睇咗個頒獎禮呢，入邊有好多頒獎嘉賓嘅稿，我覺得寫得好出色。咁包括入邊阿楊思穎同埋蔡思韻頒獎嗰陣，佢都有提及到啲稿咧係由吳偉倫導演去寫。咁如果佢開拍新戲呢，我都自己好期待。而《毒舌大狀》如果真係你話拍續集嘅話呢，當然好多嘢可以 develop 啦，因為法律題材嘅嘢啦，同埋黃子華繼續就想講佢一啲關於伸張正義嘅嘢，都好多嘢可以講嘅。但係形式我自己當然就唔希望好似上集咁樣。有啲嘢我覺得係夾硬咗啲，同埋係求其咗啲嘅。其實毒舌後面呢係要好。而跳去講第2套下年有機會賀歲檔上映嘅電影呢，就係呢個大家所講嘅都市傳說啦，《尋秦記》。《尋秦記》呢其實就已經係電視嘅版本，已經係2001年，即係24年前，當時就已經公映咗㗎啦。咁喺17年嗰陣呢，古天樂公司就買咗個版權，係會開拍電影版。1年後呢，即係2018年呢，就釋出咗呢個電影版嘅演員陣容。當然佢用翻咗好多以前電視有出現過嘅角色咧，入邊都有去揾翻呢啲演員去演嘅，就包括郭羨妮啊、孫軒啊、林峰啊等等。
咁19年4月開拍，應該 around 7月就已經殺咗科噶啦。咁但係到依家呢，就6年都暫時未有消息上。咁當然電影就一定拍晒噶啦。咁可能等到一個好啲嘅檔期，咁要喺大陸攞到個好啲嘅檔期再去上映啦。咁最近喺最近呢，喺呢個全國嘅影視節呢，又講到話嚟緊有咩電影會即將上映呢？有提及到《尋秦記》嘅，就係話會喺2026年嘅賀歲檔上映。咁之後呢，有好多傳媒有好多消息去報導啦。咁啊就話下年就會成為《尋秦記》成為咗賀歲片啦。但係呢啲報導呢，其實就同頭先《毒舌大狀2》係有啲似嘅，係因為有一兩個即係來源咧，有講到話其實即係大陸人所講嘅賀歲檔呢，係指緊一啲跨年，即係講緊係12月31號啊嗰個檔期上映，而唔係大家理解嘅農曆新年，因為佢哋稱之為嗰個檔期呢係春節檔嘅叫做。但係咧，大家就聽到賀歲檔就下年就尋秦記會做賀歲片啦。咁我覺得都係一啲即係比較求其或者輕輕睇到啲字自己理解就出一啲新聞咯。咁當然最後係個檔期係點都有待去確認嘅。我覺得喺下年你話真係喺農曆新年成為即係所謂真係賀歲片呢，難度係有啲高，因為喺大陸呢，要爭取到一個農曆新年上映呢係好難好難。而《尋秦記》係一套拍咗都若干年嘅電影，而佢哋即係所謂電影局啦去審批嘅時候，會唔會真係批一個賀歲檔俾佢哋呢？真係唔知嘅。而另一個可能性會唔會呢？係就係話大陸呢，就係喺呢個所謂年尾，即係12月31呢啲跨年嘅檔期上映，而香港就擺喺賀歲片上呢，我覺得都有啲難度。電影公司多數都希望同步上啦，而唔會想咁樣斬開。咁樣斬開，我諗對遲啲上嗰個地方嘅票房係一定有啲影響。呢套戲呢，我記得我當年一定有睇呢個電視版啦。咁但係電影呢，就等咗好耐，我都好期待有機會喺澳洲 Melbourne 呢度睇到啦。好，而最後一套想講嘅戲呢，就係一套叫《標人》嘅武俠片啊。咁呢套戲就由武術指導，即係好出名嘅武術指導袁和平去做導演嘅。入邊呢就有吳京啦，呢個近年喺內地票房好有保證嘅演員呢去做監製同埋主演，仲有大家熟悉嘅謝霆鋒、李連杰嘅。呢套戲呢暫時就真係會話喺下年農曆新年期間上，但係呢就我自己個人就覺得呢啲戲就喺香港嘅票房未必一定會好好。首先就係呢個武俠嘅題材啦，第二就係近年始終一啲同內地好有關或者個班底主要係來自於內地嘅電影啦，香港票房都唔係話好好。咁啊，你話哪吒嗰啲例外啦，呢啲咁嘅例子。呢套戲呢，就袁和平當然有一定嘅影迷喺度嘅，咁而佢拍嘅動作電影好多都係好出色啦。而謝霆鋒大家都知道，即係近月佢喺啟德開演唱會都好受歡迎，而佢嘅電影又會點樣呢？咁大家密切期待下啦。